今次我入手咗呢個 BX09啊，就可以測量我哋每分鐘呢個爆旋陀螺嘅旋轉嘅次數。咁啊，一般嘅玩家咧，可能就會去到8、9千啦。但係網上就話，如果一個資深嘅玩家咧，係可以去到11000至到12000嘅。但係配合咗你唔同嘅發射技巧咧，唔同嘅轉速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嘅。開箱睇下，一打開咗我哋嘅 BX09之後咧，相當之漂亮嘅，都可以開呢個蓋啦。可以換唔同嘅紙啊！呢兩個白色嘅嘢咧，就係去到勾實嗰個發射器嘅。咁啊，組裝，咁就完成㗎啦！即刻連入去個 Apps 裏邊，然之後就測試下。3、2、1 Go！ 咁啊，已經係即刻開始咗㗎啦。6793，唔係真事係嘛？得6000幾。好啦，第二次測試，預備啦。3、2、1 Go！ 好啦。今次嘅實測係幾多呢？7283係有進步嘅，咁啊唔緊要啦，之後繼續嘗試，咁啊下次再玩，拜。